大家好啊！今日2026年3月16號，好，今日想同大家講下香港連環圖嘅歷史啊。今日講海洋，海洋係邊個做嘅咧？海洋就係肥良啦。喺90年代嗰陣時，曾經係好流行嘅文化產品嚟嘅。報攤啊、租書店啊、街邊啊，到處都係漫畫。海洋就喺呢個時候開始做出嚟嘅啦。海洋之前係咩咧？海洋之前啊，肥良就係喺抗市嗰度做我欲為王嘅。咁嗰陣時港漫三大勢力咧就係玉皇朝、天下同埋海洋。玉皇朝比較商業化，天下咧就武學美術出名，而海洋咧創作一個好鮮明嘅路線，就係爆機啊、超暴力同埋超誇張嘅力量層級。1994年咧就海虎係一個最重要嘅佢嘅代表作，而打響名堂就係呢本。佢入邊嘅角色啦，就係有我最記得都係地獄啦、賤民啦、海虎啦，都膾炙人口啊！有手男啊、白痴男啊咁樣。海虎最特別嘅地方就係佢啲畫風啦，佢啲角色肌肉非常誇張，充滿爆炸力嘅。佢就可以去到最高級別，係爆到啲背脊骨都爆埋出嚟，跟住啲破壞力係建築物嗰啲全部爆晒啊！所以睇到會好爽，好易認出係海洋嘅風格。跟住海虎佢有分3輯嘅，咁啊好海虎1、海虎2、海虎3啦，就形成咗佢本一個結構出嚟。相信好多人知道阿肥良都好中意 Star Wars，咁可能佢有好多意念都係嗰邊嚟。跟住到1997年，佢就創立咗武神。佢嗰度有成300期嘅武神，係應該係佢最長嘅一套長篇啊！佢係承接翻陸海虎嗰個東西嗰個背景啊，咁樣再去構思一個世界觀出嚟。武神係同其他武俠故事唔同嘅，佢個力量設定係好清晰啦，角色間嘅對決啊、力量層次啊、破壞力啊，都好厲害啊！越打越誇張啊！之後武神之後咧，佢又推出好多外傳同埋續篇嘅。武神鳳凰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啦？阿和仔就係主編啦。跟住仲有武神飛天啦，同埋武神終極。咁關於武神終極啊、武神飛天啊嗰啲，最記得就係佢有個嗰陣時有個神秘高手海洋2號嘅有個名，咁嗰陣時都係冇咩人知道佢係邊個，跟住到近排先發覺原來佢係畫開古惑仔勾頭嘅林如國先生。到咗2000年啦，因為日本漫畫進軍香港都好犀利，加上嗰啲租書店都式微啊，跟住集報章書攤啊都成式微，所以嗰陣時嘅市場又開始有冇90年代咁黃金時代。總括嚟講咧，就海洋創作佢嘅經典就係海虎、武神啦，呢2本佢代表咗佢誇張同埋本地化，加咗嗰啲元素落去，令到佢本書好突出喺市場佔一個地位。係今日講住咁多先，多謝大家收聽收睇，拜拜。